Know Your Meme， 今次講下胖虎靚聲王。呢段片相信大家都睇過好多改編版本。胖虎突然變做靚聲王，令到觀眾非常驚訝，聽到喊住咁鼓掌啦。咁但係呢音樂到底出自邊度？本身又唱緊咩歌呢？其實佢係日本卡拉 OK 機公司 Wooga 喺2008年推出嘅廣告，主打卡拉 OK 機嘅調音功能，難怪會揾胖虎賣廣告啦。而胖虎原本唱緊嘅係一首廣告原創歌嚟嘅。其實都幾好聽㗎，不過首歌就冇出到 CD。雖然廣告喺2008年推出，但最早要到2016年先開始有人改編呢個廣告做其他歌。自此呢個 meme 就慢慢傳遍成個亞洲啦。不過話時話，點解胖虎開演唱會會冇大雄同哆啦 A 夢嘅？